高雄基丁今年出现这20年来上盖甜的把楼，水位有来到1.37公尺，居民拢受到这淹水影响。县政府呢也要补助住伫咧基丁的住户设防水闸门。不过过去有真侪居民是占国有地来住，因即马要申请说是无都提供这土地权证。居民溜到裤骹，豆豆行伫淹水街仔，连菜搭嘛用箱仔将面甲踏关。今年8月，基顶大流创20年新高，水位达到1.37公尺。虽然市府今年补助当地住户设防水闸门，其中需要帮助所有权证，居民根本提不出来，因为伫基顶遮过去有真侪用户是占国有土地来起厝，最到搭今年防水闸门申请数敢若核准3件，有9件也搁咧审核当中。以前到现在。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淹这么高。对啊，爱尽量政府去台湾帮我上。大家拢提袂出权证啊。对啊，大家拢无法度啊。因土地权就公家的，所以你人要申请的时阵，你要叫人提出，就是讲房屋的迄个所有权证大家总提不出来。高雄市议员江焕忠23伫议会质询时阵提出，希望政府会当放宽申请水闸门标准，其他较低地区嘛应该比较办理。其实每年6月到8月拢是基顶大流时阵，今年拢总有4个里受到影响，其中进行里就40-50户。里头有40-50户啦，但是拢总有影响有4个里，基雅里、金陵里、中秋里、中秋里，安顺里小看尔。因为有的是住伫国外啊，互厝边头尾来住的拢有，学生嘛有人只在做啊。高雄市水利局表示，毋但基顶，只要伫海线地区，拢会当申请防水闸门。伫今年补助上悬的金额是3万块，目前水利局嘛已经向营建署来提报计划，来争取9100万来改善基顶地区，包括加灌挡水墙来设水闸门甲抽水机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